2026年7月29日，山東青島的夜空被一片濃得化不開的血公色所浸染。這不是雜魔災難電影的開場，也不是後期合成的特效畫面，而是由演雲肖戰主演的中式無限流劇集《十日忠言》殺青夜的真實天象。就在當晚，隨着劇組最後一個鏡頭的落下，青島東方影都上空的雲層仿佛被某種無形的力量點燃。一輪猩紅的血月悄然懸掛於海霧之上，將整座城市籠罩在一種難以言喻的詭秘氛圍中。社交媒體瞬間被這組血色天空的圖片刷屏，網友們震驚地發現，這詭異的一幕並非孤例。今年4月初，該劇在青島開機之時，同樣出現過百年難遇的血月奇觀與平流霧交織的景象。那一刻，無數書迷和劇迷的後背都生出一股涼意。那部講述主角在血色月夜墜入忠言之地，經歷10日生死輪迴的小說，其虛構的時空邊界似乎正在被現實世界的天象悄然侵蝕。當戲劇與現實的次元壁在這一輪血月下碎裂，我們不得不開始審視，這究竟是宇宙巧合的玩笑，全是小說時空裂縫被真實打開的驚悚預兆。將時間的指鉗撥回2026年的初春4月1日至2日，當肖戰為盡早拍攝《十日忠言》抵達青島時，這座城市便以一種極其書卷氣的方式迎接了他。那夜，青島不僅出現了極其罕見的血月，還伴隨着凌晨的巨響與朦朧的平流霧，整個場景宛如原著小說開篇的具象化描摹。在《十日忠言》的原著設定中，男主角齋夏正是在一個血月當空的夜晚返回青島，次日醒來便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場關乎生死的忠言遊戲中。現實的時間線、地點與小說情節的高度重疊，讓當時的網友直呼次元壁破裂。彼時，原著作者殺蟲聚聚運就曾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感慨，坦言自己本不是迷信之人，但面對開機當夜的血月，也只能承認就是巧了。這種巧，在玄學愛好者和細節控眼中，被視為一種天選的宿命感，仿佛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為這部懸疑作品的誕生鋪設詭異的公壇。如果說開機時的血月船能被解釋為春鳳送暖入屠蘇的偶然，那麼殺青夜的血色天空再現，則徹底擊碎了人們對於巧合的僥倖心理。2026年7月27日至29日，隨着《十日忠言》拍攝進入最後的高潮，青島的上空再度浮現出不祥的血色天光。據網友拍攝的影像資料顯示，那幾日的夜空並非簡單的晚霞餘暉，而是一種飽和度極高的猩紅色，甚至在夜間，高原的月亮也被染成了血橙色。特別是7月29日正式曬青當晚，這種天象達到了頂峰。有正在高速公路行駛的網友恰好拍下了血月與城市燈火交相輝映的畫面，那種視覺衝擊力，仿佛天空在舉行一場盛大的血祭，又像是忠言之地的大門在關閉前最後一次向人間投射祈禱影。網友們對此的反應從最初的獵奇迅速升級為驚駭，這不是巧合，這是小說時空裂縫被打開了的言論甚囂塵上。人們開始逐漸比對開機如曬青時的天象畫面，發現無論是雲層的厚度、血月的色澤、旋是發生的時間節點，都與劇中輪迴的主題形成了驚人的閉環。開機血月啟局，殺青血月送客，這種首尾呼應的敘事裂構，原本只應存在於編劇的案頭，卻偏偏被老天爺照搬到了現實世界的蒼穹之上。為了探尋這一詭異現象的真相，我們不得不深入審視《十日忠言》這部劇的特殊基因。該劇改編自同名高熱度懸疑小說，故事以10日輪迴眾志為核心設定，融合了12生肖、4神獸等東方傳統符號，講述主角團在絕境中破解生死因果的故事。劇集拍攝地青島東方影都，不僅是國內頂級的影視工業化基地，更是原著作者殺蟲聚聚運的家鄉。從文本到影像，這部劇本身就流淌着青島的城市血液。正是這種深度的文化綁定，讓天象的巧合被賦予了更多宿命論的色彩。網友的聯想並非空穴來風，肖戰在劇中的角色齋夏是一個高智商的心理學碩士，其入局的契機就是那輪血月。
當現實中的柏涅週期橫跨了現實中的春與夏，驗證了兩次血月輪迴，這已經不單單是宣傳熱度那麼簡單，它演變成了一場大型的社區情緒投射。觀眾在將虛構故事的儀式感投射到真實演運和真實城市之上。然而，當我們從小說時空裂縫的浪漫想象中抽離，以一個更加理性的視角審視這兩次血色天空，佢發現其背後有着紮實的科學注腳。氣象專家指出，所謂的血月通常是月全食時的光學現象。當地球運行到太陽和月球之間，大氣層將波長角短的藍紫色光散射掉，唯獨將波長角長的紅光折射到月球表面，從而讓我們看到紅銅色的月亮。而青島夏季多海霧與平流霧，空氣中富含水汽與城市粉塵顆粒，這些微粒直徑與紅光波長相近，極易發生米散射現象，導致日落或夜間城市燈光反射下，天空呈現出大面積的公光或粉光。至於4月和7月底為何相繼出現，除了氣候因素的疊加，更可能是因為這兩個時間段恰逢特定的潮汐、溫差與大氣環流模式，導致特定氣象條件的周期性復現。委內瑞拉曾在強震後出現血色天空，印尼也曾因霧霾中的火粒物散射產生類似景象。這些案例都證明，血紅天空在全球範圍內並不是不可否制的超自然神蹟，而是特定地理與氣候條件下的光學產物。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要粗暴地否定網友的驚呼與想象力。事實上，在當今高度工業化的影視創作環境中，這種天公作美的巧合無異於一場及時雨。眾所周知，如今許多劇集依賴綠幕與後期特效，缺乏實景拍攝的厚重感。而10日中言劇組為了追求質感，在青島搭建了超過8000平方米的實景影棚，包括廢棄教學樓、12生肖長廊等標誌性場景，甚至連面具都由傳統手工藝人手工打磨。這種對真實的執着追求，恰好與現實中真實的天象不期而遇。網友高呼時空裂縫被打開，與其說是真的恐懼超自然力量，不如說是一種對沉浸式觀劇體驗的渴求，是對劇組匠心的一種另類喝彩。這種基於玄學的熱度，本質上依然是觀眾對於好故事、好氛圍的買賬。原著作者那句嘴角壓不住的反應，也證明了創作者對於這種天選熱度的欣喜。這本身就是一種內容營銷的奇蹟。隨着殺青宴上那隻寓意射磨殺羊的烤全羊被分食，肖戰列出了長達111天的齊夏之旅。這場關於血月與時空裂縫的討論卻遠未終結。有人翻出肖戰曾在深夜曬出海邊月色的照片，有人細數劇組在29號影棚的點滴，試圖從每一個細節中尋找次元壁破裂的蛛絲馬跡。可以預見，在劇集未來的宣傳期乃至播出期，這開機與曬青的兩次血月將會被反覆提及，成為該劇營銷史上一筆濃墨重彩的天使注腳。無論這究竟是大氣光學散射的偶然，旋是宇宙給予創作者的神秘饋贈，他都已經成功地在這部劇的基因裡刻下了一層不可否制的詭譎與浪漫。這起從社交網絡發酵的血色天空熱議，如同一場盛大的集體敘事狂歡。網友們在評論勾玩梗、推理、驚嘆，將現實主義的氣象學現象解構為一場後現代的文化事件。從科學出發，我們深知那只是光如大氣分子的物理遊戲；從戲劇出發，我們卻難以抑制地將它視為打破第四面牆的神來之筆。這種模糊了現實與虛構邊界的時刻，恰恰是藝術生命力最蓬勃的瞬間。它不是真正的時空裂縫，但它確實是現實生活對虛構故事最深情的一次回眸。在這場關於血色天空與時空裂縫的喧囂討論中，我們作為觀察者與參與者，應當學會在感性與理性之間尋找平衡。首先，我們必須尊重科學事實，承認血月作為一種大氣光學現象的客觀屬性，避免陷入盲目的迷信與恐慌。天空的顏色變化，無論是由於瑞利散射還是米散射，都有其可追溯的自然成因。我們不應過度神化自然界偶爾展現的壯麗奇觀。其次，
我們也應充分理解並尊重觀眾與粉絲對於藝術作品的情感投射。這種將天象與劇情關聯的浪漫巧合，是文化娛樂產業中極具生命力的火花，它為劇集增添了獨特的魅力與談資。這種基於熱愛的聯想力本身是值得呵護的創作氛圍。最後，面對互聯網上層出不窮的熱點事件，我們呼籲每一位網友保持理智與克制，倡導和平友善的吃瓜環境。既不要用玄學去綁架科學，也不要用冰冷的科學去扼殺文學的想象。讓劇集的貴劇集，讓自然的貴自然，在尊重事實的前提下，享受藝術帶來的情感共鳴，這才是現代觀眾應有的成熟心態。